哇！今日真係不得了啊！喺得41廈網九龍塘，唔係要買到啲巨宅別墅，就係要買啲2、3千尺嘅特色單位，下下都1億聲，唔係辦法噶嘛。但係今日機會嚟啦，今日 Kenny 帶大家去睇嘅41廈網咧，就並唔係九龍城9區嗰啲41廈網喎，絕對係真正九龍塘名人老錢氛圍區。我哋報讀寫學校嘅地址，寫住我哋呢個九龍塘移民禮士道，唔係寫九龍城，成個氣氛氣場完全唔同晒啊！即刻覺得呢啲錢使得絕對抵啊！位於九龍塘41廈網嘅晉銳，坐落於係充滿書卷氣嘅老錢氛圍移民禮士道裏面嘅。重點講多次喎，我哋嘅項目咧擁有全香港最強嘅小學校網，喇沙、拔萃、嘉諾撒、馬利諾修院、布列巴拉等等啦，隨手一指咧都係明日之星嚟嘅。而且我哋九龍塘咧亦都坐落於喺整個香港區嘅中心位裏邊啊。除咗我哋鄰近翻呢個九龍塘同埋宋皇台地鐵站之外咧，我哋呢度揸車咧北向新界神州、東西九龍、南下港島區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而我哋整個項目咧由2座60個單位組成嘅，我哋嘅項目咧由1房單位至到4房單位都有。不過好可惜，我哋整個項目嘅單位咧已經賣咗差唔多99% 噶啦。而家可以俾我哋仲有唯一嘅選擇咧，就係足以你3代同堂日日開 party 嘅大單位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睇睇。走！哇，老闆41廈網啊，九龍仔公園啊，大平台再加天台單位啊，唔好再諗啦，係呢間啊！老闆真心嘅，喺九龍塘有個大平台已經罕有啦，再加埋個天台俾你嘅4房單位，非常之吸引啦！我哋大平台面積咧超過210平方尺嘅，望翻九龍仔公園啦、東九龍、西九龍一帶開揚嘅景觀咧，相當之唔錯啊！老闆 feel 唔 feel 到，感唔感受到400平方尺嘅大客飯廳，加埋4.1米嘅樓底，再加埋攝影師嘅部分，直接去到我哋露台部分咧，超過8.2米嘅飯廳部分咧，我哋可以砌張12人嘅大飯台，然後砌個 display 櫃，而喺我哋呢邊梳化部分咧，理應應該砌呢邊呢度，再加貴妃椅，前面砌個150寸嘅大銀幕投射銀幕。入去浸區之前咧，留意下我哋呢邊發展商咧好巧妙地呢度做咗個暗櫃喎，而呢個暗櫃咧個面積咧就都幾誇張嘅。啱我試過咧，我細個秘書入去都 OK， 冇問題，可以閂埋門，收埋佢完全唔覺啊。睇一睇浸區部分，我哋4個房間當中咧有2個係套房嚟嘅，呢個就係第一間套房。我哋呢間套房呢個闊度咧成11尺㗎，所以用你擠翻5尺床、3邊落床，再加6尺衣櫃，空間綽綽有餘，冇問題啊。景觀方面咧就係望翻我哋平台對出嘅九龍仔公園啊，而且巧妙地發展商亦都喺度設計咗一個對流窗，就望翻培道中學嘅，同個睡房做翻大對流咧就相當舒服啊。入到嚟呢邊咧仲有一個入場衣櫃位，非常之多入場櫃嘅空間啊。而入到嚟之後咧，我哋呢邊套房咧做咗乾濕分離嘅，然後鏡櫃做咗3面鏡櫃，儲物量空間非常之充足啊。跟住我哋直搗黃龍位置睇主人套房，我哋呢個主人套房空間面積相當之大，佔地170平方尺，入門口位置已經可以擠衣櫃啦。而我哋有2大採光面嘅，第一個採光面咧就係大落地玻璃窗啦，望翻培道啦，同埋望翻太平山嘅景觀。然後咧過嚟呢邊咧好巧妙地，我哋呢邊咧就係舊入職嘅單位嚟嘅，所以我哋分開2個露台嘅，其中一個工作露台咧。